这是龙跟虎啊，右边是龙嘛，青龙，左边是白虎嘛，青龙白虎，青龙白虎，青龙白虎守护了陈永华是大人之意参军，明正时期郑成功的这个之意参军，陈永华，福建人。原来是孔庙的，是陈永华建立的，然后那个瓦片制作瓦片那个是陈永华引进的，然后宋江镇也是陈永华引进的，哦，福建厦门、翔安、福建厦门、翔安的引进宋江镇。衣冠冢，哦，陈永华之意参军的衣冠冢。然后你看这个南二高隧道，南二高涵洞里面，南二高这个涵洞，哦，涵洞里面还有这些彩绘，陈永华伟大事迹的彩绘，发展严厉的地方，哦，伟人啊，发展经济啊，发展严厉的，原住民的通商交往，与原住民通商交往，哦，与原住民通商交往，开垦开荒垦田，还有造桥铺路，开荒垦田造桥铺路，开荒垦田造桥铺路。开荒垦田造桥铺路，开荒垦田啊，造桥铺路，开垦造桥铺路。你看还有那个，你看宫殿式的建筑，那个是庙吗？那个是象征庙。马什么彩绘啊？那是什么马什么彩绘？哦，这个是画那个庙宇嘛，画那个庙宇。哦，建庙兴学，你看建造台南孔庙，台南孔庙明伦堂，号称清代的全台所学。台南孔庙明伦堂，这是念书的地方呢。清代号称全台所学呢，最高等学府呢。哦，陈永华之意参军创建台南孔庙呢。孔庙当然也有大成殿，然后学生念书的地方叫做明伦堂。去参观的话会看到那元朝赵孟頫的书法墨宝，天父地母，天父地母，所以成立天地会，天父地母，所以成立啊，抱歉，好多的蜗牛的壳，哦，天父地母，你看成立天地会。这是纪念陈永华参军的伟大，你看成立天地会啊，修桥铺路啊，建庙兴学啊，还有开垦园艺啊，还有宋江镇的，还有烧瓦片的，还有跟原住民通商的，还有和军帮助，不是啊，攻克和军啊，帮助的是郑成功啊，攻克了攻打荷兰军啊，收复台湾了。宋江镇也很厉害啊，宋江镇也可以保卫国家。这里是国义后南边
国义后南边大概100公尺。国义后呢，妈祖庙南边大概150公尺有。哦，你看那个王船啊，画的那个是王船，还有烧砖瓦，烧砖制瓦，你看，烧砖制瓦呢，烧砖制瓦，你看还有那个画的那个帆船呢，帆船的王船呢，哦，画的好看的，画的很好看。哦，这南乐高的那个路牌，南乐高的路牌，蛇呢？哎，你看那个画那个是什么？龙啊，有龙有蛇。画那个是有龙的，有龙有小龙。画这个是什么？凤凰啊，哦，凤凰啊，原来画这个是凤凰啊。哦，这个是南乐高啊，南乐高的高架桥。你看那个路牌、地地标，那个路标了哈，你看地名的路标哦，地名的路标，就写江南度假村那个位置。哦，这下面这个涵洞，纪念陈永华参军，纪念陈永华参军的这个，纪念陈永华参军的，哦，这个好多彩绘啊，伟大事迹的那个彩绘。